做到最完美嘅嘛，人生係咪？知道有毛病咪醫翻好佢咯。我膝頭痛咗半年到咯，飯前會跑一陣步嘅，但係膝頭痛咧就跑唔到啦。打波游水咯，打 golf 咯。你打 golf 時開頭打18個洞嘛，4、5洞開始時係冇問題，打到撈尾嘅時候已經唔係好行得啦，同埋發力啦就爭啲啦，咁會痛啦，痛上卡痛咪會失準咯。睇下嗰啲針灸嗰啲咯，幾日後佢又發作咯，即係治標唔治本咯。我無敵金剛嚟嘅，我左邊都受晒傷㗎啦。點解我會嚟睇咧？就係你實驗嗰次 OK 做得幾好，菠蘿果嗰啲鬆翻晒，好咗好多咯。如果未做呢個療程之前咧，即係10級痛嘅，治療咗之後，漸漸恢復咗，心情就會好咗好多嘅，舒服咯。治療師有經驗啦，都整得好舒服咯。即係佢都會講解做呢個療程點樣做，一次一次漸漸好啦。招痛最快，復發最少 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